歡迎加入 Senior Farmers Market Nutrition Program。觀看此影片而了解點樣使用你嘅 Farmers Market Card 上嘅福利嚟購買本地嘅新鮮農產品。一旦收到已啟動嘅卡片，你就需要揾一處已獲授權嘅 Farmers Market 請向為你提供卡片嘅個人或組織核實邊啲農貿市場接受你嘅福利。一旦到達已獲授權嘅市場，請尋找帶有咁樣標誌嘅參與農場攤位，標誌上寫住 Weekend Senior Benefits Welcome。請記住，你僅能喺已獲授權嘅農貿市場使用你嘅卡片，而唔可以喺雜貨店或農場攤檔使用。如果你冇見到任何張貼標誌嘅農場攤位，你可以詢問農場員工或市場經理，佢哋係咪接受 Senior Farmers Market Nutrition Program 福利。你一旦揾到一家接受 Farmers Market Card 嘅農戶，你就可以開始購物，選擇你嘅農產品。請記住，你嘅福利僅能用於購買新鮮農產品，例如生果、蔬菜、切好嘅香草、蘑菇同蜂蜜。加工食品，例如生果乾、堅果、橄欖油、麵包同芝士，唔屬於允許嘅購買範圍。揀好之後，將你購買嘅商品帶去農場攤位員工度，話俾對方知你要使用 Farmers Market Card 進行支付。員工將使用其智能設備上嘅鏡頭掃描你嘅 Farmers Market Card 上嘅 QR code 嚟完成購買交易。一旦交易完成，你將審核並確認金額，就係咁簡單。交易已完成，你嘅福利會自動轉俾農戶。唔知你嘅福利仲剩幾多餘額？冇問題，有兩種方法可以檢查你嘅餘額。首先，你可以致電 Senior Helpline at 1866-237-4814，同客服代表講。佢哋會問你嘅名字同姓氏、出生日期、所在州即 California 以及計劃類型即 Senior Farmers Market Nutrition Program。如果你就喺農貿市場，可以要求接受 Farmers Market Card 嘅員工檢查你嘅餘額，你只需提供你嘅卡片俾佢哋掃描。如果你嘅卡片遺失或被盜，你應當立即致電916-214-1381進行報告。如果你有任何問題或顧慮，請聯繫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Food and Agriculture， 即致電916-214-1381或發送電郵 grants@cdfa.ca.gov。多謝你參加 Senior Farmers Market Nutrition Program。